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防部祭出着史上上戒严的国军纪律改革的专案。年度的考绩，若是丙上以下的人员，一律来汰除。汰除的作业为原本的38天，会当缩短到7天来到完成。国防部讲，12月进前是试行的阶段，12月底会来检讨着试行的状况。若是可行，明年初就会正式来实施。今嘛大地华人咧举办的天龙演习，暗算要选出王牌的飞行员，希望会当激励国军的士气。不过另外一方面，国防部今嘛换来提出历史上上严格国军军方纪律改革专案。后摆若是违反着重大军纪的案件，全部拢要记2大个汰除。另外年度考绩是丙上以下的人，嘛是要马上办理汰除。过去汰除的作业是38天，即马按算要缩减到7天之内就会当完成。其实我是也觉得有必要了哈，台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哈。朝野立委拢赞成都要严格管理，不过立委王定宇有无同的看法。要拥有一个外部申诉的机制，也就是避免是因为人际关系或者因为长官借势借端。国防部规划自10月到12月要来试办，12月底进前开始检讨。即马传出扩大连坐法会影响到主管的升职，所以部分的国军有不满的声音。国防部澄清，并无连坐法的问题。目的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部队，保护我们的干部，留优汰劣。如果在检讨没问题的话，明年初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执行。这届国防部展现出改革的决心，就希望会当减少军纪的案件，提升国军的战力。